唔想等到開學先谷到啲？一個暑假幫你中文揾3奪4。Hello， 我係中文保底老師 Jaden。你以為自己天生中文底差，點救都冇用？我上年咧有學生由 Level 1去到 Level 4，亦都由 Level 2去到 Level 4嘅中文作文直頭攞埋5星添啊！佢哋冇一個人咧係靠運氣，而係比人更加早咁去學識點樣去考試。你都唔想執輸，咁就要趁呢個暑假用最聰明嘅方法打返我哋個中文底啦。咁嚟緊7月同埋8月咧，我會開辦最適合保底學生嘅暑期課程嘅，一班係 for 中4、5嘅同學，一班係 for 中6嘅。咁喺寫作方面咧，主要會針對住文章嘅結構佈局去做一個深入嘅講解，等大家對於起承轉合有一個更加好嘅認識啊！再手把手咁同大家測題、審題，了解作文嘅題目要求。咁作文啊，梗係少唔得實踐啦！我每堂都會同大家咧練習下片段式寫作，教你逐步咁去寫好一篇完整嘅文章。至於閱讀方面咧，我亦都會詳細咁講解 past paper 嘅篇章，等你哋知道點樣去明白一篇文章嘅心意，佢想表達嘅信息，再同大家分析 DSE 嘅答題技巧。而至於大家最擔心嘅範文方面咧，每期啊我哋都會深入咁講解一篇範文嘅，仲會教你哋獨家嘅答題框架同埋刷題技巧，坐3望4，完全冇難度啊！只要你暑假唔 hea 住歌，你一定可以由谷底反彈，直接翻身啊！即刻報到我嘅暑期課程，我哋一齊努力，一齊進步，暑期班見。